咁呢個就係頭先我講有幾大類嘅骨髓增生症啦，包括血小板增生症啦、紅血球增生症啦，同埋骨髓纖維化。當然咧，骨髓纖維化咧，亦都會有分嘅有分一啲好早期嘅啦嘅骨髓纖維化啦，又或者一啲高危特別或者後期嘅骨髓纖維化。好早期嘅骨髓纖維化咧，可能症狀好少嘅啫，嗰啲我哋叫骨髓纖維化嘅前期嘅個症狀可能好少，可能同血小板增生症差唔多嗰個情況。咁另外一樣嘢需要講翻咧，就係咧，當譬如話病人有真係有個紅血球增生症或者一個血小板增生症，即係 PV 或者 ET 呢個情況咧，有大約10%至15%嘅病人咧，可能發病後25至20年之後咧，有機會惡化成一個骨髓纖維化嘅喎。呢啲我哋叫做 secondary myelofibrosis secondary MF， 咁都有機會發生嘅。所以呢個都係其中一樣嘢啦。所以骨髓纖維化可以係一個原發性骨髓纖維化啦，一診斷就係骨髓纖維化，亦都可以嘅。或者佢由本身 PV 或者 ET 演變成為骨髓纖維化，亦都會有呢一個情況發生嘅噃。咁我哋譬如話針對翻呢個骨髓纖維化啦，咁有啲咩主要嘅症狀咧？當然頭先我講過啦，一啲好早期嘅骨髓纖維化或者骨髓纖維化前期，我哋叫 pre-fibrotic PMF 或者 pre-PMF 咁樣嘅情況。咁可能我哋會見嘅血球嘅唔正常都係血小板高啊，同埋白血球高，血色素咧就未去到會有貧血嘅情況咁樣嘅。咁後期啲嘅骨髓纖維化，我哋叫 fibrotic PMF 或者簡單啲咁講啦，個 advanced 啲嘅 PMF 咁症狀就會越嚟越多啦，包括個脾臟會好大啦亦都會有貧血嘅狀況。呢啲就較為明顯後期啲嘅骨髓纖維化會有嘅問題啦。咁依家我講翻譬如話整體骨髓纖維化嘅情況啦，我哋講緊當然啦，一個罕有嘅狀況嚟嘅。咁當中當然啦，最常見係血小板增生症啦，跟住就係個紅血球增生症，跟住就係個骨髓纖維化啦。咁最常見當然啦，我哋見嘅症狀就係咧脾臟會發大啦，另外嚟講咧，個骨髓增生嘅狀況咧，會製造一個炎症嘅，咁令到個病人咧會有好多唔同嘅症狀，包括個人會好攰啊，會越嚟越瘦啊，冇胃口啊，會有發燒啊，全身痕癢啊，骨痛啊呢啲嘅症狀。當然有即係視乎嗰個狀況啦，呢啲唔同嘅症狀可能有啲會嚴重啲，有啲就冇咁嚴重咁樣啦。咁另外一陣我都會再講翻啦。骨髓纖維化特別比較後期啲或者高危啲嘅骨髓纖維化會阻礙造血甚至乎再後期啲造血小板嘅功能咁樣嘅咁呢一啲就係一陣我哋都會再去講解翻嘅一啲嘅症狀啦。咁另外就係講翻究竟乜嘢會引致骨髓纖維化啦？當然頭先我講過就係一啲後天嘅基因變化啦，最常見一啲後天嘅基因變化包括呢個 JAK2 呢個基因變化啦，少見啲嘅咧就係一個 CALR calreticulin 或者嘅 MPL 呢啲基因變化就比較少見啲，但係都會有嘅咁大約其實90%以上嘅病人咧都會有一啲後天嘅基因變化，我哋會揾得到嘅咁呢啲基因變化點解會突然間形成咗咧？暫時都未有一個原因揾得到嘅喎咁除咗頭先我講嗰啲狀況之外咧，骨髓纖維化嘅病人咧，亦都會有一個血管栓塞嘅風險喺度嘅。特別早期啲嘅骨髓纖維化，當血小板白血球都好高嗰啲狀況咧，特別如果病人有其他高危因素，例如譬如話食煙有三高嗰啲情況咧，可能血管栓塞嘅機會又會大咗嘅噃另外就係多過8至9成嘅病人咧，
都會有一個生活質素嘅問題。大家會見到啦，隔離嗰個公仔就係骨髓纖維化嘅病人有嘅症狀，包括發燒啊、疲倦啊、唔能夠集中精神啊、流夜汗啊、全身有痕癢啊，因為個脾臟大嘅狀況會有肚痛啊嘅，或者其他嘅問題啦、骨痛啦或者食完好快就飽啦，因為嗰個肚嘅位置有限，但係個脾臟好大咧，基本上咧都會壓制住隔離個胃部嘅空間咯。咁呢啲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影響嘅。咁好多呢啲嘅狀況咧都會影響咗個病人嘅生活質素。當然啦，病人如果年紀較大，亦都需要到即係屋企人照顧嘅情況，亦都會令到其實照顧者都會有一個比較大嘅壓力喺度嘅。當如果嗰個症狀特別多嘅時候，咁如果唔去特別理會骨髓纖維化咧，當然啲症狀咧隨住時間咧會越嚟越嚴重嘅。喺診斷嗰刻，其實多過40%嘅病人咧都會有一啲比較緊要嘅症狀。其中一樣嘢當然咧就係個貧血嘅狀況啦。貧血頭先我講過啦，紅血球咧入邊帶有血色素，幫我哋做一個帶氧嘅功能嘅。咁帶氧去好多唔同地方，身體嘅唔同嘅器官啦、肌肉啦。咁腦部啦，咁當然如果養分唔夠咧，人會攰啊，集中唔到精神啊，唔夠力啊，呢啲好常見嘅。另外一樣嘢就係當然心臟個肌肉，即係心肌啦，都需要好多嘅養分嘅咁特別譬如話年紀大啲嘅病人咧，如果長期有個貧血嘅狀況咧，都會影響到一個心臟衰竭嘅情況發生嘅。咁呢啲都好緊要嘅一啲嘢啦。咁頭先就另外我講啦，脾臟發大包括呢個肚痛嘅問題，亦都會係脾臟大嘅時候會發生啦。跟住就係頭先我講其他因為炎症引致嘅症狀啦同埋一啲後期啲嘅病人，可能個血小板都會好低咁樣樣。咁下一部分都會想講返究竟即係骨髓纖維化嘅症狀咧點樣影響到病人個生活質素。跟住就講返貧血啦。貧血當然啦，當血色素低，我哋就即係基本上嚟講咧，就叫做貧血啦。咁男士嚟講咧，個血色素嗰個情況就係譬如低過13 gram per deciliter 咧，13 gram per dl 咧就係貧血啦。女士就係12啦。咁貧血我哋都有分，究竟係輕微啦、中度啦或者嚴重。輕微嘅貧血個血色素都仲大過10嘅，10或以上嘅。如果8至10咧，就係中度嘅貧血啦。嚴重嘅貧血當血色素8都唔夠。當然病人當整體嚟講，譬如話喺香港嚟講咧，如果血色素7都唔夠咧，基本上咧嚟講都必須要輸血咁滯㗎啦。必須要輸血㗎啦。就算未到7以下，譬如話可能係8或者9，但係咧病人如果本身有啲心臟嘅問題嘅會影響到嗰個如果貧血嚟講會影響到嗰個心臟嘅問題會嚴重咗嘅，咁我哋可能會血色素都未去到7，可能低過9以下咧，都可能有機會需要輸血去避免心臟衰竭嘅情況發生咯。咁啲症狀會包括頭先我講啦，人會好攰啦、唔夠力啦、氣喘啦氣喘心跳快因為簡單嚟講就係一個正常嘅生理嘅反應。你貧血基本上嚟講唔夠紅血球都唔足夠，咁紅血球唔足夠咪即係帶氧有問題咯。咁你可能就係嗰個肺部有個反應，就係要唞氣唞急啲去吸收到氧氣啦。咁另外嚟講就係即係基本上個心臟又要泵快啲去希望可以令到嗰個血流去唔同器官又會快返啲，希望可以即係可以補救返嗰個貧血嘅情況。
但係呢一啲嚟講咧，長期咧冇可能做得到嘅嚇。長期如果不斷咁樣發生咧嚇，嗰個基本上嚟講個血色素其實低嗰個程度太過嚴重，令到根本咧嚇正常人嗰個心肺功能咧冇法子去承受得到嘅。所以如果長期嚴重嘅貧血咧，點解會引致到一啲心肺嘅衰竭嘅情況發生咧？呢個好緊要嘅一樣嘢啦。咁貧血咁點解會有貧血咧？咁當然啦，骨髓入邊纖維化加上嗰個脾臟好大嘅狀況啦咁骨髓入邊嘅纖維化同埋唔正常嘅白血球嘅增生基本上阻礙咗正常紅血球嘅製造。咁呢個好緊要嘅一樣嘢啦。咁令到咧基本上做正常血球嘅能力都會差咗。另外咧就係咧身體入邊嘅炎症身體入邊嘅炎症咧即係 inflammations 同埋炎症咧會引致到一啲物質會高咗嘅。其中一個物質咧我哋叫 hepcidin， 有個中文嘅譯法喺度啦咁呢兩樣嘢會點樣咧？因為正常大家會諗翻究竟紅血球血色素點做出嚟嘅？咁血色素咧紅血球入邊血色素就係負責帶氧嘅物質啦。咁血色素點做出嚟咧？血色素咧有啲蛋白質喺度嘅，除咗蛋白質之外咧，亦都有啲鐵質喺度嘅。咁嗰啲鐵質喺邊度嚟咧？當然就靠平時我哋飲食入邊啦，亦都咧喺身體入邊儲存咗好多鐵質嘅正常人都會儲存咗好多鐵質嘅。咁如果有個炎症嘅發生嘅情況咧，或者呢一個炎症導致呢個物質叫 hepcidin 嘅情況高咗嘅情況會點樣咧？就會影響咗第一鐵質嘅吸收會阻礙咗喺腸胃嘅鐵質嘅吸收入去血道咧，呢個會阻礙咗嘅。另外咧就係咧我哋人體入邊儲存咗嘅鐵質咧冇法子去釋放出嚟，俾啲紅血球正常造血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緊要嘅我哋呢十幾年明白咗嘅新嘅一個概念咧，係會影響咗一個正常造血嘅情況嘅。咁而喺骨髓纖維化呢個好緊要嘅一樣嘢。咁當然第三樣嘢咧就係咧藥物嘅治療啦咁現時骨髓纖維化嘅藥物可能較為一線嘅藥物一啲嘅所謂抑壓JAK2 嘅一啲嘅標靶藥如果一啲較為譬如話早一代嘅標靶藥嚟講咧，都可能會抑壓埋其他嘅血球。大家都可能會聽過標靶藥佢控制嘅白血病啦。咁但係標靶藥佢除咗壓制到真係增生得多嘅細胞，幫助到個脾臟細咗之外咧，佢都會可能有啲嘅副作用有啲副作用咧會影響到正常嘅血球，阻礙咗正常血球製造嘅又或者冇用到標靶藥，用啲傳統嘅辦法，淨係用緊啲口服化療藥去控制個血球，亦都會影響咗個貧血嘅喎。所以藥物導致嘅問題亦都緊要嘅。當然啦，其他嘅問題我哋就唔可以忽視嘅，例如譬如話病人個營養狀況好差，可能缺乏咗啲維他命一啲幫助到造血嘅維他命，例如維他命 B12葉酸呢啲嘅缺乏咧，亦都會影響咗造血嘅。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原因會導致嘅一個貧血嘅狀況啦，喺骨髓纖維化嘅病人度。咁我哋講緊貧血，咁有啲病人話咁我貧血我盡量輸密啲血啦，或者係如果貧血唔係太過嚴重都冇乜嘢嘅。咁其實唔係嘅噃貧血咧無論係輕微、中度或者嚴重咧，都會影響咗病人嗰個存活嘅因為貧血係長遠嚟講咧，係會影響咗正常器官功能嘅一個緊要嘅一樣嘢嚟嘅。大家會見到呢個咧就係一個骨髓纖維化嘅病人一個中位數嘅存活當然啦，呢啲係講緊冇特別嘅針對性嘅治療底下嘅存活嚟嘅。譬如話如果一個骨髓纖維化嘅病人完全冇貧血嘅咁佢嗰個可能中位數嗰個存活大約8年到
咁但係就算輕微貧血都好咧，嗰個中位數嗰個存活咧已經會跌到4.9年，即係大約5年嚇。如果個貧血去到中度就會大約3年到啦。如果好嚴重嘅貧血冇理會到嘅，我哋講緊中位數嗰個存活可能係講緊大約2年嘅。但當然呢啲數字係當冇任何治療底下嘅數字嚟嘅，所以大家唔需要擔心。我相信即係有骨髓纖維化嘅患者咧，現時嚟講咧都有唔同嘅治療嘅選擇，所以呢個係俾大家參考。其實貧血唔可以忽視嘅一樣嘢啦嚇。咁我哋亦都會骨髓纖維化，當然頭先講一啲整體嘅症狀啊，貧血嘅一個重要性啦。咁骨髓纖維化都亦都需要有好多評估嘅，當然包括嗰個病情嘅評估啦，亦都包括嗰個症狀嘅評估啦。咁病情嘅評估咧，我哋有一啲比較傳統啲嘅評估嘅方法啦嚇，大家會見到包括嗰個年紀啊嚇。包括嗰個嘅病人嘅症狀啦，白血球嘅數量啦，喺血液入邊咧，喺血液入邊嘅唔正常嘅細胞，我哋有一啲叫初型嘅細胞 blast 嗰個百分比啦，貧血嘅情況啦，需唔需要輸血啦，或者血小板低唔低啦，或者有冇啲我哋講緊比較高危嘅染色體嘅變化，呢啲都係啲後天嘅致病嘅染色體嘅變化嚟嘅。咁我哋亦都會憑呢一啲咧數據咧，就會得到一個嘅評估，就係病人屬唔屬於高危嘅骨髓纖維化啦。咁高危，譬如話如果冇任何嗰啲高危因素，我哋叫 low risk 就0分啦。咁intermediate 1即係中度風險嘅1，或者 intermediate 2就中度風險嘅2。就視乎有幾多個嗰啲高危因素啦，或者好高風險嘅。如果你譬如話4至6分，有4或以上嘅高危因素嘅，咁就係屬於一個高危嘅骨髓纖維化啦嚇。咁大家會見到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評估方式嘅，全部評估方式裏邊咧，個血色素咧或者需要輸血咧，都係一個好緊要嘅其中一點嚟嘅嚇。嗰個比重咧都比較緊要嘅嚇，所以頭先我哋講翻貧血，其實咧就基本上嚟講對我哋嗰個存活有個影響咧基於呢一樣嘢啦。咁而咧貧血本身亦都反映得到咧，其實個病係比較係一個唔穩定嘅一類嘅骨髓纖維化咯。咁我哋亦都大家會見得到啦，即係除咗頭先嗰啲因素之外咧，我哋亦都會現時嚟講咧喺骨髓入邊都會驗一啲除咗譬如話 JAK2 啊、calreticulin、MPL 呢啲基因之外咧，都會驗埋其他啲基因嘅，所以大家會見到有啲 MIPSS 70啊、MIPSS 70plus version 2呢啲大家會喺呢一度見到呢啲唔同嘅即係評估嘅方式咧，我哋有埋啲唔同嘅基因變化嘅，所以大家基本上嚟講，現時喺香港咧做親一個嘅骨髓檢查好或者血液檢查好咧，都會驗埋好多唔同嘅基因，咁咧俾我哋更加準確地咧評估嗰個風險嚇，嗰個病情嘅風險係點樣樣嚇，同埋咧評估到嗰個存活會係點樣樣。咁評估個病情嘅風險咧，就會話到俾我哋聽，究竟個最適合嘅治療係啲乜？究竟係用標靶藥或者係咪病情好高危需要做血幹細胞移植啦定係或者病情仲係好早期嘅可以用一啲其他嘅辦法去幫助到個病情嘅，咁呢個亦都好緊要啦。咁另外一樣嘢咧，需要評估，唔係淨係評估嗰個病嘅嚴重性，就係頭先你會見到頭先嗰啲，我哋係評估個病有幾高危，去惡化或者評估個存活會係點。但係咧，對病人嚟講好緊要一樣嘢咧，我哋需要評估翻嗰個症狀啊。咁呢個就係骨髓纖維化嘅症狀評估表咁樣樣啦。咁有基本上嚟講咧，好多唔同嘅症狀。早一啲嘅評估表可能有10類嘅嘢10類嘅問題需要答嘅
新一啲嗰啲有7大類啦。咁呢啲症狀大部分都係同個炎症有關係啦，同貧血有關係啦，同埋同個脾臟大有關係嘅。咁呢啲症狀嘅評估表好緊要嘅。我哋一開頭病人會啲好簡單嘅評估表，可以一開頭譬如話病人可以填咗，俾醫生一個參考，就係嗰個症狀嘅嚴重性有幾多。而另外一樣嘢好緊要嘅咧，就係咧，當我哋開始做一啲治療特別係我哋講緊抑壓 JAK2 嘅標靶藥之後咧其中一個治療目標就係將個症狀去進步啊嘛。咁我哋亦都會需要咧定時去用呢啲嘅症狀評估表咧，話俾我哋聽究竟嗰個症狀有冇進步到而幫我哋咧可以知得到咧究竟個藥物嗰個有效嘅程度係點樣樣。當然除咗症狀嘅進步之外，我哋亦都會想有其他嘅目標嘅咁有啲咩其他嘅目標咧？我哋會想即係脾臟亦都會縮細得到啦。我哋個目標亦都會想貧血能夠可以進步唔好希望用到啲治療咧個貧血會越嚟越嚴重咁樣樣減低譬如話流血嘅風險血管栓塞嘅風險亦都如果我哋達到好多呢啲嘅目標嚟講咧，都希望可以個存活都可以幫個病人一個理想嘅狀況，而唔係淨係一個長嘅存活率，我哋想達到得到嘅。我哋亦都會想有一個好好生活質素嘅存活率咯。咁頭先我講啦，一啲嘅譬如話早期嘅病人嘅早期嘅病人我哋叫 low risk MF。咁點樣為之 low risk？ 就係頭先我講嗰啲唔同嘅評估啦 ，DIPSS DIPSS Plus 嗰啲嘅評估嘅方式MIPSS 嘅70嘅評估嘅方式咧，去幫我哋分究竟呢個骨髓纖維化係咪一個 low risk 或者 lower risk嘅情況啦，好低風險嘅骨髓纖維化。好低風險嘅骨髓纖維化咧，可能咧冇乜症狀嘅如果冇乜症狀咧，好多啲病人嚟講咧，都係用辦法去控制住啲血球亦都未必，因為可能個脾臟又唔大冇乜大嘅症狀，嗰個目標可能純粹咧就係控制個血球，避免血管栓塞同埋長期咧減低個病會惡化成為高危嘅骨髓纖維化。咁喺呢啲狀況底下咧，可能會有一啲譬如話干擾素嘅針甲型干擾素嘅針啦，可以幫得到嘅如果用唔到嗰啲針，有啲病人可能會用一啲口服化療藥去壓制白血球、血小板，減低個血管栓塞嘅風險。如果病人雖然嗰個病情嘅風險低，但係亦都有個脾臟發大嘅狀況喎。咁如果個脾臟發大影響緊個病人咧，亦都可以用一啲抑壓 JAK2 嘅標靶藥去幫個病人咯。咁當個病係一個所謂高危嘅骨髓纖維化啦 ，high risk 或者中度2或者高危，我哋叫一個高危嘅情況啦。高危嘅情況整體咧，如果你唔理個病咧，如果冇任何藥物用過，冇任何治療做過咧，個平均個存活係少過5年嘅。如果頭先大家記得我哋之前做嗰啲嘅評估裡面啦，咁喺呢個情況，當然我哋用啲咩治療咧？好視乎第一病嘅年紀體質如果病人係比較後生嘅，可能60歲未夠又或者係嗰個身體嗰個狀況好理想嘅心肺功能仲係好理想亦都有啲合適嘅捐贈者咧，咁做血幹細胞移植咧係其中一個辦法幫個病人斷尾。但係大家會知道啦，骨髓纖維化平均個診斷年齡咧，我哋講緊60至65歲。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嚟講咧，少過10%嘅病人咧少過10%嘅病人咧係會真係去做血幹細胞移植。做血幹細胞移植唔係冇佢嘅風險嘅因為嚟講即係嗰個死亡風險可能都有10至20%啦，因為個併發症導致。嗰個用個做血幹細胞移植可以斷到尾嘅機會大約4成至5成，所以咧一
一啲後生嘅病人有高危嘅骨髓纖維化咧，先適合做呢一個嘅做血幹細胞移植咁樣樣嘅。所以我哋大部分嘅病人咧，亦都其實係靠藥物嚇，靠藥物當然有現時我哋一啲嘅標靶藥嚇，抑壓 JAK2 嘅一啲標靶藥啦嚇，大部分病人都可以用得到㗎啦，而家嚇。咁而當然啦，病如果好高危嘅情況啦嚇，咁可能有啲其他嘅新嘅藥物咧，亦都會可以幫得到病人嘅。咁我哋講緊譬如話抑壓 JAK2 嘅一啲標靶藥，亦都有啲早一代啲嘅標靶藥可以幫得到病人啦嚇，亦都可以，因為而家嚟講嗰個發展越嚟越好㗎啦嚇。咁而我哋而家講緊，其實我哋對於骨髓增生症或者骨髓纖維化個明白越嚟越多啦。我哋知道貧血嘅嚴重性貧血嘅原理咧，咁其實嚟講好多嘅標靶藥咧，其實一路改良，令到減低咗好多嚇。特別啲新啲嘅標靶藥可以減低咗好多，譬如話其他嘅副作用嚇，例如貧血啦，反而可以令到個貧血進步嘅辦法亦都多咗㗎啦，而家。咁講一講翻貧血嘅情況啦。咁貧血當然啦，特別嚴重嘅貧血需要到輸血。咁多過2成嘅病人咧，其實咧當診斷嘅時候咧都會需要大約2成嘅病人啦，都需要到去輸血嘅嚇。當診斷可能過咗3-4年啦，其實大半嘅病人咧都可能接近一半嘅病人咧，47% 嘅病人咧，都會影響，都會有需要輸血嘅個情況嘅喎嚇。咁而輸血咧可能短暫可以幫到病人去舒緩個貧血嘅症狀，但係長遠唔係一樣好嘅嘢。第一，不斷輸血有佢輸血嘅問題，輸血血裡面咧其實有好多鐵質喺度嘅嚇。咁不斷輸血亦都會鐵質越嚟越高啦，會影響鐵質越嚟越高，可能會積聚咗喺個肝度嚴重起上嚟可能積聚喺心臟度咧，都會引致唔同嘅問題咁樣樣啦。咁而輸血當然啦，病人要成日嚟醫院輸血咧，咁亦都係一個比較緊要嘅一樣嘢㗎啦。咁因為成日嚟醫院嚟親輸血啦，咁你可能就係成日全日喺醫院啦。咁呢個都係影響生活質素嘅一樣嘢嚟㗎噃。咁頭先我哋講過啦，即係輸血都影響咗嗰個生活質素或者唔同嘅併發症，包括要輸血嚟講，就要成日嚟醫院用咗好多嘅時間啦。咁輸血即係除咗鐵質多之外咧，亦都會有其他啲併發症嘅，比較少見啲當然啦。譬如話一啲嘅免疫嘅問題會發生啦，一啲免疫嘅問題，譬如輸咗血之後有機會有敏感其他免疫反應嘅情況發生啦另外一樣嘢就係當然啦，有時輸血亦都有一啲好罕有嘅情況底下，可能會有啲感染惹得到嘅。咁現時喺骨髓纖維化嘅病人咧，點樣可以舒緩到貧血，繼而減低需要輸血嘅機會咧？咁我哋有啲補血針嘅補血針咧，可以提升血色素或者減低需要輸血嘅情況，但係嗰個有效嘅程度大約可能3成至4成得到咁譬如話一啲好嚴重嘅貧血，成日需要輸血嘅情況咧，未必個幫助好大咁另外咧就係有一啲嘅荷爾蒙嘅藥或者一啲類固醇嘅激素咧都會幫到大約2成嘅病人到咯脾臟嘅情況啦，因為脾臟咧頭先我講就係佢會儲存咗好多血喺度咁有時切除咗個脾臟咧，會幫助到個貧血，但係切除脾臟係一個好高危嘅一個風險嚟嘅咁所以甚少需要做到呢一步嘅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有冇啲藥亦都可能會刺激到即係個血色素嘅製造啦咁嗰啲藥嚟講都係即係靠調節嗰個身體嗰個免疫個骨髓嗰個造血功能去提升血色素，但係整體嗰個有效程度咧都係講緊大約1至2成度嘅啫，1至2成度嘅啫。咁
另外而家頭先我講啦，因為我哋呢10年其實明白咗嗰個貧血嗰個整體嗰個原理多咗，咁其實我哋抑壓 JAK2 嘅標靶藥咧，亦都改良咗。譬如新一代嘅抑壓 JAK2 嘅標靶藥咧，除咗佢可以控制到個脾臟、控制到症狀、減低到增生嘅白血球之外咧，亦都其實可以減低咗個炎症嚇。提升個血色素咁樣嘅噃，咁呢一啲就係即係一啲嘅辦法，我哋可以其實控制到個貧血嚇，所以唔係話淨係輸血唔係唯一個辦法啦。咁好緊要就係即係第一早啲達到一個診斷係好緊要嘅一樣嘢啦。咁另外就係當然生活習慣啦。亦都好緊要嘅。當然，大家如果理解多啲個病本身，對嗰個病情嗰個了解越嚟越好咧，亦都會大啲嘅信心去處理，同醫生一齊處理咗嗰個病啦。